咁如果喺犯錯嘅時候，需要解決嘅時候，領導可以企出嚟去支撐咗成個局面。唔太希望俾人哋管嘅，所以亦都其實管人嗰個亦都好辛苦，所以我覺得係放權俾下面去做。嗱，有冇發現咧？有啲打工仔咧，佢哋話咧轉工嘅主要原因咧，除咗係想升職加薪之外啦，仲想話咧逃離佢哋唔中意咧嘅一啲嘅上司嘅魔掌噃。咁其實咧好多唔同嘅因素嘅，咁而仲未離職又或者仲翻緊工嘅同事嘅話咧，其實有陣時都會大家圍埋一齊傾下偈啊，即係我哋所講嘅食下花生咁樣啦。咁但係到底點樣可以令到大家都相處和和平平咧？又以身作則嘅話，係咪一個好容易嘅方法咧？其實咧領導嘅風格啊好多種嘅，點樣喺權威啦同埋親和之間取得平衡咧，避免被視為太強勢，又或者係太弱勢啦。不如一齊聽一聽今集職場先知請嚟嘅兩位嘉賓，聽下佢哋嘅睇法。領導風格有好多種，而點樣喺權威同親和之間取得平衡，絕對係管理階層嘅大課題。今集我哋繼續有兩位嘉賓，大學學生事務處處長周神統先生同科技公司項目總監黎志倫先生，同大家討論領導風格大減碼呢個話題，一齊睇下。我覺得用翻 Alan 啱啱所講嘅咧，我覺得綜合型嘅領導會比較好嘅。譬如需要有明確嘅一啲要求啦，同埋明確嘅一啲指令啦，從而最緊要係可以幫員工去頂嘅。因為員工犯錯咧係在所難免嘅。咁如果喺犯錯嘅時候需要解決嘅時候，領導可以企出嚟去支撐咗成個局面嘅。亦都可以令到員工有安全感嘅，我覺得係會比較受歡迎。啱我所講嘅賦能型啦，咁就係更加多嘅係俾方向你，放權俾你去做。你遇到啲咩問題做得唔好、做得好嘅，你及時同我去講，我同你去一齊去承擔呢個做得唔好嘅事又好，或者做得好嘅事又好。咁因為人咧係唔太希望俾人哋管嘅，所以亦都其實管人嗰個亦都好辛苦，所以我覺得係放權俾下面去做。佢遇到問題有做唔到嘅話，及時同我匯報，我去幫助佢。我覺得管理係需要有權威嘅，但係相處係需要有親和力嘅。咁因為喺職場上面咧，唔會每分每秒都係處於一個100%嘅工作狀態嘅。咁始終都會有啲空餘時間啊，或者其他譬如 lunch 啊，或者其他時間嘅相處嘅。我覺得撇除工作或者撇除一啲必須要樹立上司嘅一個權威嘅時候咧，我覺得其他情況下咧，我覺得都需要表達到自己同員工嘅一個舒適嘅相處。咁我覺得唔可以長期處於一個高高在上嘅狀態啊，或者你係我嘅下屬，你要點咁。我覺得始終都要係有返一個大家互相去比較大家去尋求一個比較舒適嘅相處嘅空間咯。因為啱啱都提到啦，我覺得工作環境同埋工作心態好緊要嘅。咁呢兩樣嘢咧，往往就建立喺一個領導嘅層面去做到嘅嘢咯。我覺得咧係權威係要靠專業嘅，咁親和力咧係靠關心嘅。咁你權威係靠專業嘅，點樣講咧？就係話唔係用你個職位去壓人，唔係話因為你職位高過佢，我就以職位去壓下面嘅人，更加多係以俾下面嘅人睇到你嘅專業能力、你解決能力。公司有你係嘅存在係令到公司更加好嘅，呢樣嘢先係權威，而係以你嘅專業能力嚟體現嘅。咁我覺得親和力方面咧，會更加多係除咗一啲我哋要完成工作嘅任務情況下啦，其實可能私底下啦都要多啲去關心你下面嘅人啦，因為始終人都係一個感情嘅動物啦。咁雖然大家都係嚟返工，大家都係賺錢，大家都好辛苦，但其實收工之後係咪可以多啲嘅 gathering 啊，或者多啲關心下面佢哋嘅屋企情況啊，或者係變成一個唔止係同事啦，更加多可以最好係變成一個朋友關係咯。咁變相你哋工作時候，你哋會更加合作得更加好。
我覺得作為領導啦，要送3個心俾啲員工嘅，一個就係安心啦，一個就係放心啦，一個就係盡心嘅。咁佢哋需要俾員工一個好安心嘅環境啦，跟住好一個放心嘅工作啦，唔怕孭鑊啦。最後就係令到員工可以盡心咁為呢個公司去服務咯。而我呢邊咧就會有3大總結咧，就係除咗作為啲領導咧，你嘅專業能力要過硬啦，要非常之好啦，下面啲人先會服你啦。再嚟就係要睇時段去會識變通啦，唔係對住所有嘅同事或者對住所有項目都用同一套模式去處理啦。咁再嚟咧就係要有應有嘅上司嘅責任，做得唔好唔係下屬嘅問題，更加多要反思自己，又係咪自己方向做得唔好，令到下邊啲人跟唔到我節奏啦。最好嘅領導者往往係同時具備權威同親和力，可以帶領團隊跨越高山，走出低谷，激發團隊最大嘅潛力。多謝兩位嘉賓今日嘅分享，我哋下期職場先知再見，拜拜。